寫客運簽名，日後綠透碰黏黏家鄉親，問李文歡苗栗縣客家人，國中鐵教先生，獻下大苗栗。安布亞嘅熱講貼片言，我天天呢起來唔留平等，望定講爸爸嘅熱講，數項拿定一粒綠透碰，輕輕嘅咬一口，嘅綠透人嘅香氣黏時中飲腦架。時時唱起來轉做生意嘅嘅下，綠透碰起牙家鄉貼片嘅熱餅，啲種嘅人來到苗栗老了，興錯杯大量合轉起食。也綠透碰起呢，親神氣，東昂掉一隻佛，本配數嘅料味推出來，開起來，唱人嘅肚臍，故所有人嫌其肚臍餅。那一種開細粒嘅，開起來，唱人嘅嫩頭，唔知奈久沙本人嫌做嫩頭餅。記得韓世嘅時節，我無卡成發條件無以好，故所做下未無現代嘅烤箱同微波爐，唔過阿妹嘅思路當好，見擺就唱出把戲窮樣，接接變出十分上癮嘅食材。有一年半夜半之前，阿妹頭一擺試做綠透碰，佢13年啲做下無限次差，切麵團，攪番薯粉，炒綠透仁，大粒綠透碰都包定阿妹黏黏嘅愛，個無依舊，阿妹老見出現嘅綠透碰對火爐掉出來，我是姊妹木煮年金金嘅見相，後冷水鹹鹹出味，啲嘴角結下來。我都實實地過去，嘅係我第一擺食到綠透碰，拍謝謝嘅內皮，唱熱講，鹽奶奶嘅料頭，唱軟黃，綠透仁嘅甜味，啲嘴孔度化開，嘅種好食到耐唔得嘅味絲，到今還係我心度沉沉嘅印象。讓嘅啲老輩讀大學嘅那夜末夜，提早轉來團圓各種秋節，擺了安布。雖然落一時嚟一模誒，唔過微風搖搖誒，才過來，讓上嘅屋檐下，點到適合來配肉，看定四隻生意呢，而啲火爐順，隻隻都可以用燒麵親歡喜，記到配肉，打在鼓，兄弟姊妹互相分享，嘅學校嘅神奇事，不是發出一層層笑聲。也無比電火爐嘅前見讓按火燒豬頭送麵，就唱嚟韓世嘅時節，四姊妹以電火爐電綠透碰窮樣，也火爐嘅天倫之樂，聖經睇用錢買唔到嘅幸福感受。第一樣時，愛心肝頭3年6以下，四隻色不離雜雜，都會同愛平過嚟，唔到啲嘢，記到會比出一隻掉嚟。將來個個會有自家嘅想法同條路，順活嘅機會，天初見來見少。我木主強有一時嚟實運心度面，數太差啊，是太本家，也係當自然嘅事，唔管人生樣板變化，真係每一個當下，真係每一個窮下，按樣做好嚟。我咬下，輕易後綠透碰。悠悠嘅綠透沙，啲嘴度散開，雖然也唔係阿妹做嘅綠透碰，但係也家鄉嘅味絲，還係叫惹出嚟童年嘅記憶嘅種簡單嘅幸福，前唱出啲年前，又唱已經走到當然。也綠透碰唔但唱係家鄉嘅味絲，咩係阿妹嘅味絲，我一生人都唔會填標題。什麼？按自細又鍾意搶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